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总共有营造有664公尺，从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到龙岗天桥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光的海堤，而且它整个的旁边的一些绿布都是迎合湾外来走，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改善这边的一个环境营造，在3线的植栽方式，用绿布种乔木、灌木。那另外迎合湾我们整个去除之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抚育的方式把它做去化。我们这边有3大亮点，一个是昆生的广场就是这边所在地，中间有一段是昆生的细造平台，在尾端有一个昆生驿。那这3大亮点都是一个可以停驻休息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六合曲这边合作了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课程。我们龙岗国小的小朋友呢，就在六合曲的引领之下，到我们的昆生海堤工程这边的园区，进行了后叶牵牛、台江国家公园这样濒临绝种的植物的复育工作。所以呢，将来呢，等到我们这个工程完全都已经完工之后，然后变成是一个除了休憩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因为龙岗国小就是在旁边，就会变成我们一个环境教育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台南市海岸线是北从巴掌溪南到二仁溪口，那这个总共长度是69.2公里。那这么长的海岸防护，那行政院在10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了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理防护。那比如说我们在北门这边，就是巴掌溪到集水溪口这一段，那就是由水利署第6河川局跟林业署来办理七股溪湖跟北门溪湖这一段。那这一段呢，除了我们农业局跟我们水利局以及6合局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养滩，或是来做海堤这个加高加固就中央的水利署以及林业署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这一些海堤的防护海岸的防护我们都会积极来做而且投资了非常多的价金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保台南市的海岸防护台南市的海岸是可以稳定平衡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台南的海岸线很长，将近要70公里长。那所以说，从北门这边一直到我们南区这边，那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海岸或者沙滩，不管是沿岸或者沙岸。那其实对于海岸的保育是很重要，因为中间有蛮多地段是侵蚀很严重。譬如说像黄金海岸。这20-年、20-30年来，海岸线都倒退了将近100公尺，所以坦白讲，大家很努力，那努力把固滩、把海滩这个守住，一方面守护国土，这是最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昆生海堤，那这个部分很谢谢第6河川局他们的帮忙。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11月9日中嘉台南电影新闻。议员王雪茂伫总日巡关心咸水夜市，因为有人反对增加礼拜场议案，传出要撤销执照，甚至有恶道戒律。议员质疑到底夜市发生什么代志，同时反论伊的质询牵涉恶道利益，威胁性命，所以除了发表无自杀声明，同时请上访等伊捍卫家己的发言。
议员王雪茂伫总质询讲到，40档合法设立的咸水夜市，嘛是第一个主动市府防疫夜市，对提振地方经济甲观光有重要角色。不过，该夜市伫武庙周边改善工程完成以后，打算除了固定拜三以外，佮加开礼拜中的消息一出，却传出居民反对，要求撤销执照，甚至有误导的概率。所以，议员会中要求市长表态，到底夜市发生什么代志？今天为什么会有人来跑出来说礼拜天不给开了？啊，我想这每个摊贩都是每个摊贩的生计，一个打是一个家庭的来收入来源。就为什么现在礼拜天不开了？发生什么事情？一周报告下哈，他现在目前礼拜天是因为他武庙工程尚未完工，所以目前是还没有开业。那为什么是听到没有开？嘿，对，是没有开，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经发局一直在沟通，说是不是可以不要开，要撤照？有这件事情吗？跟一周报告下哈。就我的了解，盐水夜市目前礼拜天的营业哈，地方是还有部分声音啦哈。那这个部分哈，我们也是庙的声音还是什么的声音？有部分居民的声音啦哈。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协调我们武庙夜市的一个管理者哈，来跟这些陈情人哈来进行一个协调沟通哈，取得地方能够圆满的一个解决啦哈。好，就是说有人会觉得商家觉得说啊，我你有开店做生意，啊我有你纳税啊，结果你再加一个就影响到，这也是可能这是一部分经济利益的一个较劲啊，或竞合啦啊。但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愿意多沟通，基本上是希望能够创造双赢。怎么样创造双赢？就是能够把这个整个商业带动起来，而不只是提供给盐水人一个消费的便利而已，可能是希望让整个盐水商圈都能够活络。议员关心咸水夜市的经营，除了补满市场处处长拍算伫台面卡的协调，公开放送处长甲地方对话录音带。强烈质疑这款的做法并无适任，要求政风处抄清楚。麻烦了伊的质询，会因为商业利益引发兄弟关系，所以会中申请防弹衣发表无注册声明，捍卫监督为民发声的权责。总咨询上面签了这不自杀声明，是因为在我们盐水夜市它是合法的，结果后来处长出来做个协调的时候，他说对方是偶尔有兄弟，那是不是要再怎么样处理？我觉得这部分对我们看是政府是个伤害，而且处长竟然在对话当中，民众提供的资料说他要 under table 来处理，我觉得这个夜市黑影重重是非常的危险。那但是在居民的正义或者是摊贩他的生计，我是需要出来捍卫的。那为了捍卫他，我必须要发表这不自杀声明，以免这牵扯到黑道的或者是黑色或兄弟人对我的一些可能会有一些伤害的时候，我必须要提出这声明，让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快乐健康。但是为了这个权利，我必须来执行，来做个发声，替他们发声。除了咸水夜市的争议，议员邀请市场处处长将备询台，嘛是希望针对大溪北整体市场的改善，包括白河、柳营以及咸水市场结合牛期的计划，拢会当尽速和地方交代。台南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议员柯志顺的总质询讲到全国运动会成果，嘛感叹真济场馆无法度伫台南市举办，进一步检讨国民运动中心一直以来经费不足，结果建设出来并无符合标准，无法度用伫大型的比赛，相当可惜。所以要求市府的场馆一定要落实现代化水准。议员柯志顺以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的兴建，其中游泳池无符合标准，嘛无训练池为例，认为真无彩，互咱办全运会连一个标准游泳池拢无，检讨市府受经费不足限制，所以设计白卡白手，造成设施拢无够现代化。强烈要求后续一定要严格把关。对此市长回应，争取国民运动中心是实用，并不是豪华。你看市民的运动中心，一开始民众检举还没有启用，在试用的时候，当时的教育局局长还没有提出没有体育局的时候，我一直问他，人讲无看这个地吧，把看地行咯，我也很不客气跟他讲。你是说永华是？对，永华，你看那个游泳池，要验收的时候，结果没有一个训练池，是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路上？
所以那个是没有标准的，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游泳池。水道也没有标准，场地也不对。对，还当时我是质疑建筑师，我不知道你这个专业是在哪里，建筑执照是拿到，当然各有专业，但是最起码你也 Google 去找一找，你找人家的建设吧，比例一下嘛，然后淘汰嘛，可去买这边，我的叫喊的嘞，就是说我们很久没有办，但是很多场馆设施都坏了。我们接着要举办，中央有钱给我们自己在配合款，所以你同样的市民运动中心也是一样，我们弄到现在只有一个永华国民运动中心，所以说我们各地方都要办。所以平常是回归市民使用，但是我们大型活动的时候可以借来我们做集训工作，这样子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团队吗？跟议员报告，就是我们要的是实用版，不是豪奢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用途可以找出来。会中议员嘛针对德客政治优先，都来建议全面开发为体育公园议案，连带关心社区靶场因为脑具安全甲噪音的问题，烦恼日后步道开放会有危险性，要求尽速搬迁。会中市长嘛认为安全问题一定要处理。对此，体育局事后回应，依照关庙靶场的计划，核定大约2亿4千万向中央争取，明年得当动工。台南新闻军籍林银根采访报道。你毋知影，敢若一个7股面积等于是原淡市的6区，不过道路铺平进度甲经费却一直对袂着市区建设幅度，造成南26线往青山渔港以及嘉义南37线道路破损严重。所以议员蔡秋兰强调，这是观光路线积极争取路平。嘉义西港顶大北门区出身的议员蔡秋兰，伫中日顺讲，伊每一摆对7股经过南26线往青山将军渔港的道路，迄个是嘉义南37线道路，长期无修补，已经必顺起山破损严重，相当污浊。加上嘛是观光的主要道路，所以要求市府尽速改善。对此，干部局长回应，已经向中央争取前瞻预算，市长嘛答应，如果中央无补助，明年会用市预算的路平专案来改善。观光景点，你迄路遐尼歹，本身逐工开过，拢感觉足污浊的呢，拢足污浊的。我嘛要安怎敲电话，安尼要安怎甲你讲啥？迄重点就是讲，咱无阮民意代表提出恁原地可惜，恁就爱去处理呀。跟议做报告，像这么大的一个道路，其实我们在目前现阶段，其实都会市长也会用我们本身的一个路平专案的预算去处理，那我们也会先从中央的一个前瞻计划的一个方面去做一个争取，然后我们双轨会并行的一个处理。已经放进明年度的预算，如果中央有经费最好，因为我们已经送自己做，已经送前瞻了。这个争取地方龙水路建设的蔡秋兰，担任民代20几档，甲市长吴以婷嘛算是共体。虽然知影加一个7股的段，但是原台南市区的面积，所以道路建设永远无够。希望市府提出地方的建言，会当修补，会当更新的，要依照破损的程度予以改善。台南新闻军籍林银根采访报道。迎接圣诞节，南方购物中心今年甲来配合作，除了推出上大店中的圣诞魔法村以外，嘛举办公益点灯，除了有精彩舞蹈来炒热气氛。同时，南方董事长欧福明建关一台价值100万的交通车，予德兰启迪中心。点亮南方，点亮爱，来配熊大店长圣诞魔法村。正式启动。台南市长黄伟綽、南方购物中心董事长欧普明等侪侪贵宾，共同为南方13米高的圣诞树仔点灯，延续周年启动期，甲来配合作，打造5公尺高的熊大店长旋转木马，佮加上边的魔法小灯，吸引袂少民众来拍卡翕相。今年的耶诞季的第一个点灯，也是最厉害的点灯。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南纺这些年来已经成为台南的第一品牌，也是最好的购物环境。不管在1期或在2期，都是让许多台南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大家能够驻足流连忘返
吃吃喝喝、逛逛买买最好的地方。秉持着促进社会、用智社会精神，南胖购物中心董事长欧破明以欧印度基金会名义，捐赠价达8万的交通车辆，予德兰启智中心。欧破明希望借此抛砖引玉，让偏乡弱势得到更较侪照顾。总裁他所属的基金会，所做的这些社会救助，这些工作，不是只有捐赠车辆而已，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工作。那只是借由这每年一度的这个圣诞点灯，这个应该是说让我们的活动更添光彩，那也让所有的市民知道，南纺集团在这里68年了。这场点灯活动热闹佮温馨，除了有扫花秀之外，也佮安排表演技术团队舞者，搭配着科技大环表演，将现场民众早日去热情的圣诞派对。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每一当加侪高中武道班的毕业成果，总是吸引真侪眼光。今年因第32届以回声主演作为主题，再来8支精彩舞蹈，包括现代芭蕾、舞蹈剧场等等，相当的多元。配合毕业班伫校内首演，就得到热烈的回响。同时，因伫11月11号嘛将展开全台湾巡演。嘉泽高中即支响应台南400年系列活动，伫10月全国运动会开幕演出，会当看到嘉泽舞蹈班参与的身影。嘉泽舞蹈班11月佫将展开第32届毕业成果展，以回声主演为主题，伫11月11号开始，将伫高雄、台中做演出。12月6号转来到台南文化中心。会称为回声主影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因为舞者在舞台上会有很多个回声旋转的动作，然后因为舞台上有很多光影，然后那个光影在交际之间，他们就会去追逐那个影子，然后有一种舞动的姿态，就是一直在流动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取之于回声主影，就是希望表达在舞台上舞者穿梭的样貌。佳琪舞蹈班的同学。对于舞蹈的这一个执着哈，其实是非常的卖力。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担任台南市办理这个全国运动会的开幕跟闭幕的演出，所以在这一次的演出之前，其实同学们刚完成了全运会的开闭幕演出，紧接着又紧锣密鼓的来进行这3场巡场的一个表演。那这中间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演出内容有选自芭蕾舞剧《堂吉诃德》当中的巴塞隆纳的广场。还有充满诗意的《寄予时梦》，以及余光乘风幻土等这支舞蹈。我觉得我这次饰演的角色就是有一种是从很远的地方慢慢去逛那个风景，就是书生，然后他是在游那个风景，然后那些女生呢，就是比较像是是我们的那些景物啊，就是我们的那些山水画，因为他们的水袖刚好是蓝色的。然后他们的那个衣服又是肤色，然后肤色刚好又有一点代表着那个山的那些石头的那些颜色。这部丰富精彩，伫后来首演了后，就得到师生的热烈回响。巡演门票已经伫咧网络做贩售，喜爱舞蹈技术的民众绝对唔通错过。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
随着乌面腊杯来台南过冬，今年保育柜系列活动之一的文艺创作展览，11月12号将伫7个游客中心登场，到时将展出各种以乌面腊杯作为创作主题木雕、皮雕甲铁线等创作，嘛希望透过展览传达保育的观念。我们这个小小黑皮队哈，客家幼儿园的小朋友。穿着乌面腊杯的服装，搭着古早舞步，为2023乌面腊杯保育柜其中的艺文创作展活动揭开序幕。这场由台南市农业局主办、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执行的2023乌面腊杯保育柜第2场活动，将伫咧7个游客中心举办。为将乌面腊杯保育观念宣传给更侪民众，主办单位这次特别以艺文展方式来呈现。我们这次办黑面琵鹭保育季，我们以往就是一直要想法，因为它在远方，黑面琵鹭在远方很不容易来聚焦。那除了透过望远镜去看，那我们现在就是在106年、07年开始，就是跟这些艺术家结合。来由他，如果我们刚开始是用摄影展去呈现黑面琵鹭的生活史，然后到慢慢的去找我们有那个模型展，然后还有那个电烧落画，然后铜雕，然后我们今年度，然后我们找3个老师，王丁宇老师点线，然后还有一个陈老师，还有一个李德天老师，一个木雕，一个皮雕。然后让各位能够很近距离去看黑面琵鹭的一个状态。设计文创作品的一些作者，我们开放不同的系列，让游客也可以了解，他也到这边来可以来了解。而且我们以前做特殊中心，今年特别把它带到这边来，相信可以带动我们游客中心以及我们盐山这边更多的人潮来参观，来看黑面琵鹭的那个文创品。这场创作展展出内容包含以铁线凹出乌面腊杯造型的艺术创作，用废弃的文旦树作为创作媒材木雕，以及乌面腊杯造型的皮雕等等，每一项创作拢相当有艺术水准。我们这个黑面琵鹭是以一条铁丝90公分然后一直来绕折叠形成一只黑面琵鹭。但是每一条线折出来的黑面琵鹭，它的姿态都不会完全一样。咱树的伊是蕊折，伊折出来的迄个丝啦是用更长，用更长，这规家拢那个油啊，还会重对，叮当。这一次为那个保育类的那个黑面琵鹭设计了一系列的包包作品，然后有黑面琵鹭的收纳袋，然后结合这个咖啡袋上面做了一个那个黑面琵鹭。是我们第一版就是做没有围巾的，但是因为我们后来想说要让它变化多一点，然后我们想说，要加什么？然后我们就想说要加围巾啊，看起来会比较可爱。它之后呢还会加奖，让它背书包啊，或是戴帽子。黑皮文艺创作展目前当在7个游客中心展出当中，展期会一直展到明年元旦为止。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邱仁武也有讲，2023乌面腊杯保育柜第3场活动亲子轻旅行，将在19日登场，欢迎大家做伙来台南看乌面腊杯，关心环境保育议题。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1月9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